分享到种类新闻现场，为抽到结业是木村前村嘅问题，因甘肃今日有请体质专家学者到南投新义去会勘，因为同富村屯是木村总共有为140户，特别还有农化过手，也是要提配的位数来重建。虽然呢中央单位已经答应讲会尽量天数大家，不过今日提会勘的过程地杯，地图嘅管理机关。民众的看法还是有几多无共用的位数。大家将到体界会勘片场，推太新任牙嘅应验，事先供出安尼嘅法。如果有其他更适当的地的话，应该以其他的适当的地点来考虑。而这一块呢，先不要考虑，这是这一块针对这块地初步的意见。对村民希望嘅蔬菜，是连会勘嘅体质专家提出嘅专业意见，嘛都冇共款。我用我的手拢在为这个白落来，对不？这就是崩基层啊！我的手拢是该放来，啊，你要看其他的，所以我古早你讲农化国小，去啥别的下来，明明就在这一种崩基的地层里头，对不？看个材料啊，哈，应该是河阶堆积的，还有只有少部分的那种崩基的。所以河阶堆积有挡平，你要离那个河岸有退缩一点距离哈，是会比较安全一点。礼拜人建处嘅会勘关系到新义乡新木同同富两村，差唔多140户民众嘅大家安全，所以喺两村嘅村长喺全场听到巡航，提供嘅意見，人建處講會加入考量。要上白，啊，佮後壁上白，後壁拢無辦法。但是呢有迄款嘛，使去看者，民众拢坐白啊。所以这地若要徛去，要去好拢上好。这个在地居民的意见，我们也会考纳进去，一定会的。对前村蔬菜嘅衣服，推太新人啊，偷嘅蔬菜，大部分係披薩嘅田。冬天嘅居民實在無希望，因為今日前村會影響到披薩嘅耕種地。佢本來眼嚟較睇冇唔錯，不過嗱佢睇嘅事實是講，喺唔喺講少留順康嘅百姓嘅地，如果留佢冇毛睇你。啊，太太唔標啊！啊，專家而家啲專家到時我本唔本啲唔啲，我都聽講起人哋。當天嘅居民講，經基建圖嚟片，大幾10年，嗰邊咩天災嘅影響，大家總係冇想要離開。而家更加希望太太使用同理心來體諒受災民眾，本件人實嘅重建家園，看下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